呀，他已經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好像是辞職了。辞职了？听说是跟那个清洁工的受伤有关系。你说顾总办公室那个清洁工啊？常副总，你也看见那清洁工了吧？总觉得那清洁工有点问题。你说他该不会跟顾总？陆安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乱说话，别乱说话，让人听见多不好啊！就算他真的跟顾总有什么关系，咱也不能对别人说，听见没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来是找南宫琉璃的。来，喝点水。慢点。擦一下。博雅。啊？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。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内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哪有对不起我？都是我自愿的。就当是我上輩子欠你的好了。但是琉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博雅，从小他们都夸我，说我又聪明又漂亮。可其實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點都不聰明。你知道我費了多少勁才考上那個大學，如果沒有你的幫忙，我也不能那麼容易上研究生，那麼容易就畢業。可真的直到畢業才知道，一個女人在社會上有多難，不是你努力就行的。有多少人他沒有我努力，他沒有我的學歷，可他們都過得比我好。物質